我要专心感谢你，伫遮的上帝的面前，要唱歌学乐你。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乐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2首，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愿所仰望，请来耶稣愿所仰望，救主民得到自由，让阮脱离一切压迫，活命对你得保守，来讨办受难的同胞，救因出黑暗地狱。你的听，互阮得确信，会明白人生目的。三甲来吟唱。同心来祈祷，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阮所信靠耶和华上帝，我们要对你献上学乐甲敬拜，因为你的大权能，互阮会通踮伫你所创造的地面上，享受一切的福分。我们学乐你极大的创造，伫这奥妙的创造中间。阮看见上帝的同在，阮也看见上帝你慈爱甲阮三角之地。总是阮知人因为违背上帝的心意，常常行家己的路，致教阮偏离上帝你的旨意。阮要为安尼来祈求上帝你的怜悯。求你搁再一摆通过主耶稣基督的保惠，除去阮拢总的罪过，互阮会通有圣洁的心、圣洁的神。安尼，阮才有法度来到伫圣洁的面前、上帝面前来敬拜你。阮搁再一摆为着全球新冠肺炎这个疫情摆咧阮的祈祷。特别感谢你，互阮伫昨日有对日本将这个疫苗送到伫阮台湾来利益伫阮所有的同胞。感谢你通过日本政府的好意，阮会通暂时来得到疫苗，互阮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是这真要紧的人员来得到帮助。主恳求你，互阮会通抱着感恩的心，来感谢日本政府对阮的好意。同时，阮也继续为着阮的政府会通世界有这生产疫苗的国家来得到帮助，互阮通过这适当的申请。互疫苗早一日会通带到伫阮台湾，也为着阮国内家己生产的疫苗的进展，求上帝
你也施恩帮赞，互阮毋若是需要对国外得到疫苗，搁较要紧的，阮若国内疫苗生产顺利，就可能阮无搁再为着即个疫情来操烦、来担忧。主上帝，阮也搁再一摆为着台湾欠做的问题，阮要献上感谢，因为伫即礼拜中间有风面也是风台来到伫台湾地区，带来侪侪的雨水，会通互阮的水库得到止渴。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遐尔啊大，超过阮会通想象的。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搁较珍惜所使用这水源，也互即个雨水会通降落伫适当的所在。阮也特别搁再一摆为着教会中间遮身体欠安、心情较软正的兄弟姊妹，求主你来安慰，求主你来医治。阮特别为着阿师姐伊骹的水肿的问题，求上帝你来医治。为着姚长老搁伫病院伫住院，求上帝你也引带看顾，也互伊早一日来出院。也为着做长娘伊的化疗，求上帝通过即个医疗帮助伊的身体会通恢复健康。阮也为着今早起阮伫你的面前所摆列的敬拜，阮对你的话语来得到领受甲帮赞，献上祈祷，互阮伫你的话语中间来得到安慰，得到造就，互阮成做一个你所喜爱的基督徒。阮安尼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角来看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记载伫创世纪，今日有2位的圣经节。第一位记载伫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1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1节。亚伯兰的某撒来无甲伊生囝，伊有一个女婢名夏甲，是埃及人。撒来甲亚伯兰讲：耶和华禁我生囝，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检采我通对伊得到囡仔。亚伯兰听叹撒来的话，对迄碟亚伯兰的某撒来将伊的女婢埃及人夏甲，互伊的丈夫亚伯兰做某。迄时亚伯兰已经带迦南10年，伊甲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伊知家己有身，就看轻祖庙。撒来甲亚伯兰讲：我的愿望归伫你，我将我的女婢下伫你的心怀中。伊看家己有身，就看轻我。愿耶和华伫你我的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讲：你的女婢伫你的手。你通随意款待伊。撒来苦楚伊，伊就对撒来的面前逃走。耶和华的使者拄着伊伫旷野的水泉边，迄个水泉伫苏岭的路上，对伊讲：撒来的女婢夏甲，你对倒落来，要倒落去。伊讲：我对我的祖母撒来的面前走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伊讲：你倒去你的祖母遐，降服伫伊的手下。耶和华的使者阁对伊讲：我要互你的后裔极其多，甚至袂算得。耶和华的使者阁对伊讲：你当怀孕要生一个囝，就甲伊号名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第2位圣经创世纪21章第8节到13节。囡仔渐渐大，就长龄。以撒长龄的日，亚伯拉罕摆设大宴社。当时埃及人夏甲甲亚伯拉罕所生的囝在忍笑。
互撒拉看见，就对亚伯拉罕讲：着赶出即个女婢甲伊的囝，因为女婢的囝袂通甲我的囝以撒当做后事。亚伯拉罕因为伊的囝的缘故不知忧闷。上帝甲亚伯拉罕讲：你毋通为着即个囡仔以及你的女婢忧闷，既若撒拉对你讲的，你拢着听，因为对以撒生的，才要称作你的后裔。论到女婢的囝，我也要互伊成做一国，因为伊也是你生的。今日通过这两段的经文，咱要来用这个题目来分享圣经中的妇女出对边缘的声音。毋知兄弟伫咧读册的阶段，还是伫工作的所在，甚至是伫网络的顶面，是毋是捌有互人霸凌？还是有霸凌别人即款的经验，检测咱最少拢有拄过。什么叫做霸凌？霸凌无一定是简单限定伫身体的接触，其实若是伫文字、伫言语、伫态度，还是伫情绪的顶面，互人有感受到威胁，互人侮辱，互人排斥，还是互人刺激，即款的感受的时阵，这拢称作是某一款程度的霸凌。过去伫学校就常常出现过同学互即个其他同学霸凌的代志。好亲像讲几个同学联合起来欺负某一位同学，检测即位同学是因为伊的即个学习能力较歹，还是讲伊的即个穿衫较无整齐，还是讲较垃圾，还是讲即个同学伊的个性较戆直，较无爱讲话。咱嘛有可能会将一个同学挑故意放伫一边，甲伊冷落，还是讲咱用无适当的言语来侮辱一个同学伊的人格，好亲像骂伊是猪是狗等等。伫电影《叶问》第2集的中间，咱看见迄个英国拍拳的选手，即个拍球冠军的选手龙卷风，伊就是一位用言语、用行为来甲别人霸凌上好的例。虽然咱看见龙卷风，伊真正是一个真够拍拳，互人感觉真惊的选手，但是伊完全无迄个运动家的精神啊！就武术界来讲，就是讲伊无迄个武德，伊凭着迄个一民主义、民族的优越感，伫遐看袂起华人，并且大大来侮辱中国的武术。后来，伊阁真无客气，伫即个擂台顶出动手，将迄个洪师傅来甲伊拍死。这样事互叶问感觉真受气，所以伊决定要来挑战这个龙卷风。当然，最后电影为着要制造迄个效果出来，叶问伊得到这个比赛的胜利。总是叶问伊最后伫擂台顶所发表迄个感言，检测伊会通成做咱好好反省的课题。互叶问又讲。讲今日的输赢，我毋是要证明中国的武术比西洋的即个拍拳搁较优秀。我只想要讲，人的地位虽然有悬低的分别，但是人格无应该有迄个贵贱的分别。所以我真希望对即点开始，咱拢会通学习，怎样去互相尊重。我讲煞，多谢。第一首儿童的诗歌，耶稣喜爱世上的囡仔的歌词中间要提起，耶稣喜爱世上的囡仔，耶稣喜爱世上小孩，
伫世上所有囡仔，无论是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乌色的，还是咖啡色的，拢是耶稣心所疼的宝贝。我如果讲到，无论是智慧牛羊，拢是耶稣所喜爱；无论是善车，无论是富足，耶稣拢平平看待。青梅臭耳的，伊拢爱；下狗的、变碎的，也是各种破病的人，耶稣也拢爱。有影，咱每一个人拢是照伫上帝的形象来创造，无人会通去否定照伫上帝所创造迄个款式，互上帝抱伫手掌即款的宝贝。咱对这个主日开始，就要透过拄则所讲的这个圣经中间的妇人人，出对边缘的声音这个主题，来甲兄弟姊妹分享。检测咱伫读圣经的过程中间，会发现一件代志：女性无论是伫旧约圣经，还是伫新约圣经，因迄个时代中间，拢是属伫地位较低的人。甚至因的名有诶真少记载伫圣经的中间，除非因是互作者看做是真特别，还是讲真要紧的角色。其实伫早期侪文化的中间，拢有即款老爸世系制度的影响，因为即款的制度只有男性，还是讲老爸是拥有家庭中间迄个有生产的这个支配的权利，还是讲亲子的所有权。所以简单来讲，家庭的中间除了硬体的部分，包括房屋、土地、财物等等，还是讲软体，就是讲妇人人、囡仔、奴仆、女婢等等，拢互这个老爸看做是伊的财产。所以，这个软体甲硬体的物件，会通互老爸随意去交易，还是讲去做交换的用途。检测咱拢捌听过，伫过去的时代中间，因为厝内经济较毋好，所以有可能将厝内的囡仔拢送去互别人来做奴仆，还是讲做女婢，甚至有的是送去互亲人来养饲。对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发生伫这个老爸世系制度这款的时代中间。当亚伯兰甲伊的某撒莱已经对赫兰迁徙去到伫迦南地约10年的时间，迄个时阵，这个婴仔某犹原无都看见上帝所讲迄个真做大的国。会亲像天边的星遮尔多的应允来成就，所以撒来开始感觉真忧闷，感觉真担忧。伊实在毋知影，若是无都替家己的丈夫生囡仔，亚伯兰要怎样来承接上帝所讲的应允？既然上帝互伊无都为着亚伯兰来生囡仔，伊就将迄个望下伫伊的女婢身上。对以色列，也是讲一寡文化来看，就是妇人人无法度生育，毋那是一个真大的侮辱，甚至会互人认为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上帝互伊无法度生囝。为着要洗清这款的侮辱，撒来就对亚伯兰讲。撒来讲，耶和华禁我生囝，请你甲我的女婢同房，检测我通对伊得到囡仔。亚伯兰就听叹撒来的话，所以亚伯兰的某撒来就将伊的女婢下嫁，这个埃及人下嫁，互伊的丈夫做某。对安尼看起来，亚伯兰其实伊嘛是同意撒来这款的做法。来得到伊的好的。根据当时的风俗，女婢
那拢是互伊的祖庙看做是伊的财产，伊的一个部分。所以，无多生育的撒来，伊毋但有权利来命令即个女婢做东做西，伊嘛会通甲伊命令讲，你着爱做伊家己的替身，咱现代所讲的代理孕母。所以即个撒来，伊就期待夏甲来成做伊的代理孕母。总是真可惜，撒来原本伊家己所想的好意，即款的计划，却伫夏甲知影家己有心以后，完全变调。伫经文有指出，夏甲知影家己有心，就看轻伊的祖庙。像安尼，未堪得受到侮辱的撒来，就伊的丈夫阿伯兰讲即项事。最后，夏甲就伫撒来的苦态下面，对厝内逃走。对安尼，咱通知影，无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意，也顺探人的心意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关系的破裂，甚至会造成身心灵的伤害。其实，伫人类历史上早，即个汉谟拉比法典的中间，嘛有类似的做法，就是由伊的家后，一个人的家后的女婢，互丈夫做妾，替丈夫留落伊的后裔，也即个后裔是规伫伊的家后的名下，也毋是迄个妾的名下。但是未来即个后裔是毋是有迄个继承财产的权利，就要看是毋是有正式受到领养。总是，若是即个妾因为生一个后生，煞要求讲要甲祖庙有共款的地位的时阵，即个祖庙就有迄个权力要求讲将即个妾，搁再一摆降落去，亲像查某囡仔、女婢共款。咱看经文记载，有讲起后来逃走的夏甲伫旷野的所在去拄着耶和华的使者，伊就将家己的遭遇讲互即个使者听。即个使者就对伊讲：用你倒去你的祖庙遐，降服伫伊的手下，我要互你的后裔极其多，甚至袂算得。你当怀孕要生一个囝，就甲伊号名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所以夏甲就转去到阿伯兰的家庭，并且为着伊生一个囝，阿伯兰就甲伊号名做以实玛利。虽然伫经文中间咱无看见夏甲甲以实玛利尾后所过日子是怎样，但是我相信一定真毋好过。亲像使者对夏甲所讲的。你就要降服伫你祖庙撒来的手下。这意思是啥？意思是讲，你就要继续伫撒来的手下受苦，受到压制。即款的日子到尾，就是以撒出世了后，约了3岁的时阵，以早一个囡仔约了3岁就长龄，所以伫长龄的时阵才来结束。迄时阵，撒拉因为看见以实玛利伫咧啼笑，是讲是咧戏弄以撒，这样事互伊感觉真受气，感觉真无欢喜，所以就要求阿伯拉罕就要将夏甲甲伊的后生赶出去，免得以撒将来即个以实玛利会通甲伊分即个财产的问题。撒拉的要求其实是违反迄当时的风俗啊。因为伫即个努西尼版，也是拄则所讲汉谟拉比法典的中间，拢有记载，当即个女主人生后生以后，伊绝对袂当将女婢甲伊的后生赶出去。毋过，伫较早的即法典的中间是有即款的规定，就是讲主人伊会通用自由做交换的条件，互伊的女婢甲伊的后生，为着要避免伊取得财产权。所以，互伊自由出去，伊就免去
甲人分配即个财产的问题。撒拉大概是想要引用即款的方式，只不过咱看见伫旷野的所在，互人自由，即款的自由感真正是自由。伫旷野的所在，其实是一个互人会丧失性命的所在。撒拉伊挑故意要夏甲甲伊的后生出去，迄款的用途其实毋是真正要夏甲甲以实玛利有自由。其实是要互因死伫旷野。两兄弟，检在咱对夏甲即款的遭遇，咱会感受到讲，伊可能就是家己做得来的，也是讲咱讲白目，来形容夏甲的作为。但是家己想要取代主庙撒拉的地位，嘛无需要去受苦来得走，甚至最后连家己的后生嘛拢互亚伯拉罕赶出门。总是当咱详细来看整个事件，伊的前因后果，这个始作俑者，设计这个计划的人，敢毋是撒拉甲亚伯兰吗？夏甲不过是顺水推舟，照因意思安尼去做，照因阿某所编写的剧本配合演出那定。问题是最后受苦的，既然是夏甲。有影，简单因为撒拉甲亚伯兰一直无都看见上帝所讲迄个应允，就是真做大国，互的亲像星遮尔多的应允来成就。因才会找夏甲即个代理孕母来满足因的欲望。坦白讲，夏甲对因来讲，不过是一个生财工具那定，一款生产的工具。毕竟夏甲所生的囡仔，最后嘛是爱归属伫撒拉伊的名下，伊无都归伫夏甲的名下。所以咱看见到伫落尾，夏甲伊犹原爱孤单过一世人。这敢讲，毋是上悲惨的命运吗？若是咱有详细来观察这20年来台湾的社会，其实伫咱的社会中间，也出现过侪的夏甲。因有的是对国外来到伫台湾工作的移工，有的是对国外嫁来到伫台湾的新妇。总是因敢真正有受到真公平的对待，敢有真正互人好好疼惜。检采咱无学的发现，因有一寡人是互人当作是奴才，安尼来欺骗；有的人是互人当作是即个传宗接代的代理孕母，甚至有的人是互人当作是发射情欲的一个器具。毋然呢，咱也常常无去尊重因的人格。特别过去，咱常常将伊称作是外劳，也是讲外籍新娘。好亲像因是属伫厝顶的国民，亲像过去，咱定定拢会称原住民做番仔共款，无甲因尊重。若是咱有详细观察今日经文中间，撒拉对夏甲的称呼，撒拉一直称夏甲做我的女婢，伊敢无名？咱就无学得发现讲，撒拉伊毋捌将夏甲当作是一个拥有上帝的形象即款的人来甲伊尊重。我的女婢的意思就是讲，你是我的财产，你是我的器具。另外一个值得咱好好反省的，就是出钱就是老爷就是夫人吗？那个花钱就是老爷，花钱就是夫人。这几年来，台湾人消费的观念就是安尼。所以，咱常常会伫电视新闻看见一寡消费者，因为对迄个餐厅的菜色无满意，也是讲对迄个服务生送餐的速度无够紧，就对迄个总铺师还是服务的人员
来大声伫遐吼叫，接煞就搬出就伫遐讲出讲我开钱就是老爷，就是夫人，即款互人感觉真可笑的话。当然，咱嘛是会通看见有一寡头家真水气伊讲我无爱卖互恁无爱卖互遮家己认为是老爷是夫人的人，毋甘愿去趁即款的钱。其实即款我出钱就是老爷，就是夫人，就好像撒来对夏甲讲：我是你的主庙，你是我的查某囡仔，你是我的女婢。即款的心态，难免也伫教会中间会发生。我就捌看过伫教会中间，有人用大声的责备的口气来用这个服侍同工，无论是专职还是代职的，还是一寡负责清洁的工作人员，用即款的态度来对因讲话。过去甚至听过有长老甲牧师叫去办公室罚站。当我听见、看见教会中间有发生即款的代志时阵，其实心内是真艰苦心嘛，甚至也真受气。敢讲咱真正是将家己当作是教会的头家嘛？也则参与伫服侍同工，检视辛劳，检视职员嘛？所以会通互咱安尼使人来使人去，还是责备这责备迄？好像拄则讲到一开始，我有引用电影《叶问》，伊所讲的话。伊讲人的地位虽然有官阶的分别，有官阶的分别，但是人格无应该有贵贱的分别。参与教会服侍的人，并毋是咱的奴仆，也是毋是咱的，嘛毋是咱的器具。因嘛无比咱较卑贱，因真侪拢是义务的、义务性，用因的专长。用真侪时间参与伫即个服侍中间，说使这是有互因薪水的工作人员，咱嘛爱甲因尊重。主要所以用为着学生洗骹来做模样，就是要教导咱伫教会的中间爱学习谦卑，只有谦卑的人，才会通甲人尊重。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目睭中，拢是独一无二的宝贝，任何人拢袂通甲人看轻咱存在的价值。有影虽然伫今经文中间，撒来一直用迄款我的女婢来称呼夏甲，好亲像夏甲只是一项物件，互伊安尼找来找去，讲来讲去。但是耶和华的使者，伊却是用撒来的女婢夏甲来甲伊称呼，这表示夏甲伫上帝的目睭中是真有价值的独立个体，并毋是互人安尼使人来使人去的家里人啊。所以上帝也平平应允夏甲的囡仔，伊是玛丽伊的后裔，要成做一个大国。也夏甲称这位上帝是看顾人的上帝。夏甲讲：“你是看见逐项的上帝。”因为当夏甲伫旷野绝望的所在，伊迄款的苦情，互上帝听见啊！伊更加亲身去经历着上帝的看顾。弟兄兄姊，伫咱所徛起的社会中间，伫咱所住的厝边头尾中间，伫咱同心敬拜的教会中间，是毋是也有看见夏甲？因真有可能是对异乡来的游子来求学、来食头路，有可能对外国来的求职者还是新妇，有可能是伫社会上边缘的所在即款的人，有可能是咱的厝边头尾遐的弱势。
等于行入来了，行入来到伫咱个生活的圆圈内底，咱的生活圈有可能就是咱的工作的场合、咱的家庭、咱的教会时阵，咱是毋是会通用接待天使的方式来甲因接待？还是咱也亲像某一位总统伊所讲的，我把你们当人看。另外一个值得咱好好反省的代志，就是伫即个疫情真严重的时期，咱要怎样去支持政府因所讲的防疫措施，并且去关心遐染着病毒确诊的病人，还是因的家庭。咱无应该搁再甲因指责，还是甲因定罪。好亲像讲，咱的政府若是量早去购买即个疫苗，就袂发生目前即个情形。若是遮个人无去什物所在佚佗，因就袂去染着即个病毒。若是因遵照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因就袂安怎。其实遮个喙烂，即款的口水根本无利益伫防疫，反倒会造成更较侪社会的对立。求先生想说，互咱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温柔良善的心，慈悲怜悯的心，互咱会通去敏感到遮对边缘来的声音。好亲像今日经文中间，上帝伊听见咱的苦情共款，因为咱受呼召目的是要成做众人的祝福，互因伫即个互人感觉真无平安的时期，会通互主安慰，会通互主来医治，互主照顾，互主来帮赞。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知影你是一位看顾世间人的上帝。对世界创造的开始，你就将上好的物件赏赐予阮尽人类。主，你看顾阮，你保守阮。当阮感觉孤单，当阮拄着患难的时阵，你拢陪伴伫阮的身躯边，互阮会通知影。你是遮尔啊疼惜阮，主，阮常常伫这个社会中间看见亲像夏甲即款的人，因无受到尊重，因无受到好的照顾，因甚至互人气杀。亲像即款社会边缘的人，阮教会会通为着因做啥物？主，恳求你。互阮会通有领受对上帝遐来的眼光，对耶稣遐来的眼光，来看待这社会边缘的人。主毋是因挑故意要成做即款的身份，嘛毋是因挑故意要行即款的路途，实在是因为即个世世的压迫，至到因着爱选择即款的生活。主，互阮也清清知影因的需要是啥物，会通去感受到因的软正，会通看见到因需要阮的帮赞。主，互阮愿意拍开阮的双手，迎接因来到伫你的面前。就因的心会通得到医治，好亲像夏甲的心，互上帝医治共款。互因知影，虽然因孤单，虽然因无人陪伴，总是有主耶稣成做因的倚靠，成做因的帮赞。也阮遮同行的兄弟姊妹会通互因适当的照顾，阮就要互遮的人，搁再一摆看见，因拢是上帝美好的创造，拢拥有上帝的形象甲款式。主帮助阮，互阮无掠家己最悬，
互阮磨练家己的身份是真骄傲的即款身份，反倒当阮用谦卑的心来面对阮四周围人的时阵，主你要互阮看见，这真正需要阮付出疼甲关心的人，因也是阮的兄弟姊妹。阮安尼献上祈祷、恳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再一摆来吟圣诗，圣诗第527首，圣诗第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做上帝的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咱拢诚做上帝的子民。咱三甲来吟。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也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这做成，因为耶稣你光明，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人的主听，因为耶稣奉献山也主事听。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的慈爱，因为耶稣彼此真爱三款台。有时欢喜当吟诗，有时苦痛当相比，因为耶稣三角当靠三款比。这是我来做会务的报告。第一项，伫前2礼拜拢有报告吼，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提升到第3级，所以咱即马礼拜会使去10点，拢有这个直播礼拜，请咱兄弟姊妹伫礼拜进前的10分钟，同工拢会将伫这个赖群组顶悬将迄个连结搭伫顶面。所以请咱兄弟姊妹准时来参加。第二，咱万罗礼拜期间虽然无安排实体的奉献，犹原请咱兄弟姊妹会通准备心，来奉献。咱本会有提供下面做即款奉献的方式，会通将奉献放伫批录将你的日期、你的名，写好好势。找一个时间交互牧师，也是财务的同工。过来就是用银行的汇款，甲网络的即个转账这嘛是共款，爱请咱将迄个资料填写好势。详细这教会的账号资料，拢伫周报的第5面，请咱家己来看。伫防疫的即个第3期还未解除进前，咱教会下礼拜，也是讲即个团契的聚会，拢会暂停。但是为着要互咱兄弟伫疫情的中间，犹原会通建立合一祈祷的习惯，所以教会伫每一个拜三暗时8点，拢会举行即个线上的祈祷会，伫线上的祈祷会。我伫每一个拜三，暗时8点进前，拢会将迄个新的 Google Meet 的会议即个代码，也是连接搭伫咱教会群组内底。
欢迎咱兄弟会通踊跃加入伫即个线上祈祷的行列。伫即个所在，邀请咱兄弟姊妹会通做伙为着咱整个台湾、咱的世界以及教会种种的代志来祈祷。第四，有缘伫遮邀请咱兄弟姊妹会通参与伫福德里社区独居老人甲弱势家庭共餐的事工。因为伫昨日听见里长报告咱福德里即马是防疫的热区有即个人染着病毒所以里长我甲里长参详了咱即个共餐的事工检测对明仔载拜一开始就会先暂停免得咱教会同工，也是讲咱厝边头尾互咱送餐的人有即款紧张性所以伫明仔载开始，咱即个事工会暂停总是咱嘛是需要咱的同工积极带导参与是奉献期待咱互即个事工会通真做咱伫保定即个地区互众人知影讲教会是一个疼惜社区关心社区的一个团体最后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第400首。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咱来吟2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